有眉目了，兄弟姐妹，有眉目了，兄弟姐妹，这一件事情，昨天给他侄子打电话。哎，你好，我是小宝啊。我知道，我有备注。这2期视频有没有看了？现在你是在下班还是在外地啊？我在下班呢。我只能打给你这个侄子，对，看一下能不能帮上一点忙，就是说办事情要求人这些，还中间会产生费用的，你懂了就行了。我发电话给你了，你跟我都聊就行了。因为这个档案的确，他也问过人家了，这个档案已经20几年了，不见了。如果是正确的资料去呢，是不会产生费用的这种。对，现在你需要找那些人去找那些资料什么出来。行吧，我跟他聊一下我发电看。话给你了。我看你他也给有看过你的视频的。到晚上我就打吧，我现在在忙。好。现在打电话，堂的兄弟今天打电话给那个侄子了，他侄子给他爸了电话，看他那个身份证的角落，看看是怎么去了解。喂，小宝，哎，你好，你好，你好，吃飯了沒有？食咗啊，休息咗啊。休息啦。9點幾。今日呢，阿仔我打電話俾佢，跟你講到有事情啦。講到啊，我都應該知道我啦嘛，我都關注過你噶啦，我都睇過幾多劑噶嘛，我都話過俾你知啦。即係你啊，星哥啊。係冇錯。呢件事情我都睇嘢啊，做好多事情啊，我都一樣，我都見到好傷心噶，呢件事情啊。證明就有兄弟之間嘅親情係嘛？我為咗件事情同佢警示嘅，跟住講得好犀利㗎啦，炒到好厲害啦。幾期嘅視頻應該你啊全部睇到我大佬傾電話乜嘢，我全部我都發有。我睇到啊，我都同你講啊，我冇講啊，我知你同佢傾啦，傾冇傾得激着咯，每兩佢又發佢啲。每冷兩兄弟。係啊，每冷所以講佢又發佢啲住院啊啲，佢講哎呀，反正人一世之間係咪總有身體方面佢哋又好唔好係咪嗰啲嘢好難講得到呢個。係啊，所以講呢，你發過嚟俾我睇，表達佢嘅意思呢，咪係。困難啊。對啊，困難，即係講我人亦了解，所以講我人講個個都有困難，我人一樣有困難，係嘛？係啊。幫住佢又係我人嘅的心的德，係嘛？一直我都睇到你好煩惱嘅。即係講屋企有幾窮都得，講實在㗎。20幾年冇見過佢，以前佢做咩壞事，佢係以前嘅事。佢個人呢係好乾淨㗎，佢又自己識地理㗎。以前嘅事咧，而家嘅問題就係咁咪話，佢自細到大我都一直睇住嘅，我都知道佢係咩情況。所以講有啲其他嘅事呢，以前90幾年、80幾年，事實都係窮，嗰啲冇講得過去，係嘛？係，佢以前喺胃病嗰陣，我都去揾過好多次嘅，有時候請食晏嘅。身份證嘅，而家我就冇辦過，即係就到3、7年嘅時候咧，我喺度亦都好容易教到啲嘢。即係而家我有冇問過？有人放假。睇下手教下咧，中意睇嗰啲。今晚打電話，你試跟你傾傾。你有個心嘅呢，你去幫佢係嘛？我一個壞人，我人呢只能夠拉你個翻去照身份證，我就接你拉翻來，絕對冇可能嘅放到你呢度。因為我又仔有女。我就好明白個，嗰時佢有事呢又冇正常，我人送佢翻去呢，我人一樣要你落嚟陪佢，啱得。即係個我人可以開車，啲費用我人出來冇使你人出。我人幫呢，我就幫到一地步，只能夠咁樣講。嗰啲手續呢，你係去行，係嘛？係嘛？你人親人去行，我就冇行得到個，我就冇代表得到佢。